王菲出現在靈堂門口的時候，外面的雨正下得黏稠，像老天爺也憋着一口吐不出的悶氣。她沒打傘，黑色大衣的肩膀上印出深色的水痕，手裏捏着一束白色的洋桔梗，花瓣被風刮得有些散亂。守靈的老婦認得她，張了張嘴，到底沒喊出王小姐三個字，只是側身讓開了一條窄縫。靈堂裏檀香燒得很旺，混着舊木頭的味道，唱得人眼眶發酸。謝賢的遺像掛在正中，全是那副標誌性的墨鏡，嘴角噙着一絲似笑非笑的弧度，仿佛下一秒就要開口說句怎麼俏皮話。王菲在門檻前站了片刻，鞋底沾着的雨水在青磚地上印出兩個淡淡的腳印。她沒急着往前走，目光越過層層疊疊的花圈，落在遺像上那副墨鏡的反光裏。鏡片裏映出她自己模糊的影子，瘦削蒼白，跟30年前那個在紅館後台叼着煙卷用雅美掃人的女孩判若兩人。她終於邁步，腳步輕得像是怕驚動雜魔，一步步走到遺像前的蒲團邊。那蒲團是深灰色的，邊角已經磨出了毛邊，不知有多少人在上面跪過、合過頭，流下過或真或假的眼淚。王菲低頭看了看，緩緩彎下膝合，脊背挺得很直，像一截被風壓彎又不肯折斷的竹。就在她額頭即將觸到蒲團邊緣的那，身後忽然傳來一聲極輕的嗤笑，緊接着是一把年輕卻帶着碎冷寒意的嗓音：別砍頭了，你滿世界找生子秘方，不就是趕在爺爺走前給我爸留個遺產種麼？靈堂裏原本低回的繁樂似乎卡了一拍，幾個正在疊紙元寶的傭人同時停了手，空氣裏只剩下檀香燃燒時細碎的啪聲。王菲的膝夾懸在離蒲團3寸的地方，沒落下，也沒起身，像一尊被時間定住的雕像。說話的是謝賢的長孫 Lucas， 今年剛滿19歲，穿着件黑色的衛衣，帽子扣在頭上，只露出一張年輕而稜角分明的臉，那雙眼睛像極了他父親年輕時的模樣，此刻卻剩着不加掩飾的基調。他斜倚在靈堂側門的門框上，手裏轉着一枚銀色的打火機，火苗一明一滅，影得他眼底的光忽閃忽閃的。王菲終於直起身，沒有回頭，只是把手裏那束洋桔梗輕輕放在遺像前的供桌上，花瓣碰到了香爐裏升起的煙，漸了漸。他的聲音很平，像在念一段早已爛熟於心的經文。你爺爺生前最愛引我唱約定，他說那句你我約定難過的往事不苦提寫的就是他跟你奶奶。他讀了讀，指尖拂過相框的玻璃面，我今天來只是想跟他說一聲，那首歌的版權我續了50年，夠他在地底下聽到你。Lucas 聽了，嘴角的冷笑紋絲不動，他把打火機拍地盒上，往前走了2步，衛衣的帽子隨着動作滑落，露出染成銀灰色的短髮，在昏黃的燈光下泛着冷冽的光。續版權？他重複了一遍這個詞，像是在品嘗雜麼諷刺的味道。爺爺走的前3天，我爸在書房裡接到一通電話，香港那邊一個姓鄭的中介說，你託他找的代印機構要求是必須能撕算壞驗色體，你當我不知道呢？謝家3代單傳，到了我這人，你怕我這個前妻的總不牢靠，非得趕在爺爺閉眼前再給我爸添個大把的，好讓遺囑裡的信託基金多分一份，是吧？王菲的手指從相框上滑落，她緩緩轉過身，正面面對着這個比自己高出整整一個頭的少年。靈堂裡慘白的節能燈從頭頂照下來，在他臉上投出深淺不一的暗影。那些曾被媒體讚為凍齡的肌膚上，此刻能清晰地看到雅美的細紋和嘴角下垂的弧度。他沒有立刻回答，目光從 Lucas 挑釁的臉移到遺像上謝賢的笑容，又移到靈堂角落裡那架老式留聲機上。那是謝賢生前最愛的物件，唱盤上懸掛着一張黑膠唱片，封套泛黃，正是他1994年發行的《天空》。你爸告訴你的？王菲終於開口，聲音裡多了一絲沙啞，像是被檀香熏過了頭。全是你媽從他的情報網裡打聽到的。他說到你媽2個字時，語氣沒有半點波瀾，仿佛只是在提及一個不相干的路人。
Lucas 的父親謝霆鋒如像柏茲離婚後與王菲復合，這段久戰了20年的三角關係，到了這一代，恩怨早就不再是娛樂版的頭條，而是化成了家族聚會時無聲的眼諷和餐桌上被刻意避開的座位。Lucas 把打火機取進褲兜，雙手抱在胸前，下巴微抬，那副姿態活脫脫就是年輕時的謝賢，連歪頭的角度都一模一樣。別請我媽早就不三和你們這些事了。他往公爵的方向努了努嘴，我就問你一句，今年3月你是不是飛了3趟東京，見了一個叫山田的生殖科醫生？6月又去了2次台北，跟一個姓的中醫找了20幅暖宮促孕的燙約。你別否認，藥渣只存在你公寓的垃圾袋裏呢。保潔阿姨拍照肉給了狗仔，是我巴花剪那下來的。靈堂裏的空氣徹底凝住了，連檀香的煙都仿佛停止了升騰。王菲的眼睫戰了戰，像蝴蝶瀕死時最後的一次振翅。她忽然想起3個月前的某個深夜，霆鋒坐在她床邊的地毯上，手裏捏着那份被狗仔拍到的樂坊複印件，聲音低得像從地底傳嚟。阿飛，我們都50多了，能不能別折騰了？他當時怎麼回答的？他怎麼都沒說，只是把床頭舉上那碗黑褐色的湯，約一飲而盡，苦味從舌尖一直蔓延到胃裏，像把整個人生都泡進了黃連湯。是，我去了。王菲的聲音終於有了波動，像平靜的湖面被投進一顆石子，漣漪一圈圈擴大。我去找醫生，去找藥，去試那些連我自己都覺得荒唐的方子。你以為我是為了遺產？他忽然笑了一下，那笑容掛在蒼白的臉上，顯得有些淒厲。Lucas， 你爺爺今年91歲，他走的時候，你爸才45歲。你爸15歲那年，你爺爺在記者會上說我謝賢的兒子，這鼻子愛跟誰跟誰，我不管。可你爸每次分手，你爺爺都偷偷給女方打電話，求人家再給他一次機會。這些你知道嗎？ Lucas 的臉色微微變了一下。但他很快用更尖銳的語氣合了過去，所以呢，你就覺得自己有義務給他留個口？你不是已經有個女人了嗎？竇靖童不是你親生的？他不夠格當謝家的遺產種？他刻意加重了遺產種3個字，每個字都像碎了毒的釘子，釘進王菲的胸口。王菲的呼吸急促了一瞬，她抬手按住自己的左胸，那裡有一條早年因心臟問題留下的手術疤痕，此刻正隱隱作痛。童是童，她不需要謝家的任何東西。王菲的聲音低下去，卻帶了前所未有的執拗。可你爸不一樣，他嘴上說怎麼都不在乎，可每次你爺爺住院，他都在病房外坐到天亮。你爺爺一咳嗽，他整個人就掹得像醬工。他怕他爸走了，這世上就再未人知道他小時候是怎麼怕黑的，未人知道他第一次開演唱會前緊張得吐了3次，未人知道他其實根本不喜歡吃西蘭花，只是你爺爺說吃那個對身體好，他就吃了30年。Lucas 的嘴唇動了動，那些準備好的刻薄話忽然卡在喉嚨裡，吐不出來也咽不下去。他想起爺爺病重的那段日子，父親確實每晚都守在病房外。有一次他半夜起來上廁所，看見父親把額頭抵在病房的門玻璃上，鼻尖壓得扁平，一聲不吭地盯着裡面監護儀上跳動的綠線。那時候他以為父親是在擔心遺產分配。謝家的家業雖不及豪門巨富，但幾處房產、幾個公司股份，再加上謝賢早年收藏的字畫古董，算下來也是一筆不小的數目。可此刻王菲的話像一把鈍刀，慢慢割開了他那些自以為是的揣測。王菲往前走了2步，距離 Lucas 不到1米，他能聞到他身上淡淡的煙草味，混着少年人特有的汗氣，讓他仿佛想起1999年霆鋒第一次牽着他的手出現在媒體面前時，身上也是這種味道。他忽然抬起手， Lucas 下意識地往後一躲，但王菲只是把一縷散落在額前的白髮攏到耳後。是的，白髮，他染了多年的黑髮，最近因為頻繁地喝那些含重金屬的燙藥，髮根處已經藏不住銀絲了。我找生子秘方，
不是為了給你巴留個遺產種。王菲看着 Lucas 的眼睛，那雙眼裡的基調正在一點點瓦解，露出底下19歲少年該有的茫然和不安。我是想，如果你巴能再當一次父親，他或許就能重新當一回兒子。你爺爺走之前，最後清醒的那天下午，拉着我的手說：亞菲啊，我對不起霆鋒。他小時候我忙着拍戲，他學走路摔了28次，我一次都沒扶過。後來他長大了，我想扶，他不要了。他的聲音終於破碎了，像被摔裂的瓷器，碎片落了一地。我想給他一個機會，讓他扶着自己的孩子學走路，把那些欠你的、欠他爸的都補回來，哪怕只補一點點。Lucas 徹底沉默了，他低下頭，銀灰色的短髮遮住了眼睛，只能看到他的喉裂上下滾動了兩下。靈堂裡不知怎麼時候響起了留聲機轉動的沙沙聲，不知是誰按下了播放鍵。王菲年輕時的聲音從喇叭裡流出來，唱的全是那首約定。遠處的鐘聲回蕩在雨裡，我們在屋檐底下牽手聽歌聲，在空曠的靈堂裡盤旋，撞上四面牆壁又彈回來，像是無數個王菲在同時吟唱。王菲重新轉過身，面對謝賢的遺像，這一次她沒有猶豫，雙膝緩緩落下，額頭輕輕觸在蒲團上，合了一個結結實實的頭。她的鼻尖碰到粗糲的布面，聞到上面殘留的檀香，淚水旋有一絲極淡的古龍水味道，那是謝賢生前慣用的牌子。她忽然想起很多年前，謝賢第一次見她時，摘下墨鏡說：女仔，你唱歌的時候眼神好狠，我喜歡。那時候她22歲，天不怕地不怕，覺得整個世界都是她的舞台。如今她52歲，跪在一個老人的遺像前，才發現舞台再大，幕布總有落下的時候。Lucas 站在她身後，看着那個瘦削的背影伏在蒲團上微微發抖，肩膀一聳一聳的，卻始終沒有發出哭聲。他忽然覺得心裡某個堅硬的東西被撬開了一條縫，冷風呼呼地灌進去，讓他忍不住打了個寒戰。他想起自己16歲那年，父母離婚後第一次跟父親過生日，父親笨手笨腳地給他煮了一碗長壽麵，麵條煮得太軟，一夾就斷。父親盯着那碗爛麵看了很久，低聲說：你爺爺以前也給我煮麵，也煮成這樣。當時他不耐煩地翻了個白眼，覺得大人總是活在過去的爛泥裡。可此刻他忽然明白了，那些爛泥裡埋着的是父親怎麼也挖不出來的根。王菲合完頭，沒有立刻起身，而是保持着跪姿，伸手從大衣口袋裡掏出一個信封，放在公桌上香爐的旁邊。信封是牛皮紙的，沒有封口，露出裡面一張折疊的紙。Lucas 走過去，鬼使神差地伸手抽出那張紙，展開一看，是一份手寫的協議，上面寫着：本人王菲自願將約定、紅豆、人間3首歌曲未來50年的全部版稅收入轉入謝霆鋒先生名下設立的謝賢紀念基金，用於資助青少年藝術教育。落款日期是謝賢去世的前一天，簽名處有王菲的指印和律師驗證人的簽章。Lucas 捏着那張紙，手指微微用力，紙帳邊緣在他掌心勒出一道白痕。他抬頭看向王菲，後者終於站起身嚟，膝頰因為跪得太久而有些打顫。他扶住公桌的邊緣穩住身體，目光平靜地看着他。你爺爺走的那天上午，我去醫院看了他最後一眼，他跟我說，最放心不下的不是遺產，是你爸總愛把心事憋在心裡，怕他憋出病來。他說Lucas 那孩子脾氣像他，嘴硬心軟，以後要是說了怎麼傷人的話，讓亞菲你多擔待。他讀了讀，嘴角浮起一絲極淡的笑意。你果然像他，連唱人的角度都一模一樣。Lucas 的眼眶忽然紅了，他猛地轉過身去，用衛衣的袖子狠狠擦了一下眼睛，再轉回嚟時，臉上那層冷嘲熱諷的面具已經碎得七七八八，露出底下少年人特有的局促和羞愧。他把那張協議折好，放回信封裡，推回王菲面前。這紙你自己留着吧，爺爺要是知道你拿版權換他紀念基金，他能在底下罵我3天3夜。
他的聲音悶悶的，像從鼻腔裏擠出來。他說過：你的歌是唱給活人聽的，不是用來給死人貼金的。王菲沒有接那個信封，而是把它又推了回去，指尖在信封上輕輕點了點，拿着，不是給你的，是給你爸的。他去年在演唱會上唱《紅豆》，唱走了調，底下歌迷笑他。他回嚟難過了好幾天，說亞飛的歌太難唱了。以後他唱我的歌，至少不用愁版權費了。他的語氣裏帶着一絲難得的調侃，像當年在鏡頭前對記者說我最大的煩惱就是太紅了時那樣。雲淡風輕裏藏着誰也看不透的底色。靈堂外忽然傳來一陣急促的腳步聲，門簾被猛地掀開，謝霆鋒帶着一身雨水衝了進來。他的目光先是落在王菲身上，看到她安然模樣，又看到站在一旁的 Lucas， 眉頭皺成了深深的川字。Lucas， 你跟我出來。他的聲音沉而急，帶着父親特有的威嚴。但 Lucas 未動，他只是深深看了王菲一眼，然後對着謝賢的遺像規規矩矩地鞠了3個躬，每一個都彎到了90度，額頭幾乎碰到失合。王菲看着這對父子的身影消失在靈堂側門的簾子後，耳邊傳來謝霆鋒壓低聲音的訓斥和 Lucas 偶爾頂撞的隻言片語。他忽然覺得累了，那種從骨頭縫裏滲出來的疲憊，比唱完3小時演唱會旋要劇烈。他在靈堂角落的一把木椅上坐下來，那是守靈人常坐的位置，椅面被磨得光滑發亮，坐上去微微搖晃。他仰起頭，看着天花板上被香火昏黃的吊燈，光印在他眼前散成一片暖融融的金色。不知過了多久，門簾再次被掀開， Lucas 一個人走了回來，臉上的潮紅船沒完全褪去，顯然挨了一頓狠批。他走到王菲面前，暫定躊躇了好一會兒，才從兜裏摸出那個銀色的打火機。咔嗒一聲打燃，火苗在他掌心跳躍。他說：那個山田醫生，我查過了，他在日本因為違規操作被吊銷過執照。你那鋼中醫的樂坊裏有一味父子，用量超了安全標準3倍，再學2個月，腎就呸了。他別開視線，盯着牆上謝賢年輕時的劇照。我不是關心你，我是怕你把自己喝出毛病來。回頭我爸又得沒日沒夜地守着，他黑眼圈都掛到下巴了。王菲看着這個嘴硬的少年，忽然笑出聲來，那笑聲輕而短，卻帶着真正的暖意，像冰封的河面裂開第一道春光。他站起身，拍了拍 Lucas 的肩膀，那個動作輕得像羽毛拂過，卻讓少年的肩膀猛地一僵。他沒再多說什麼，只是走向門口，在跨過門檻時回頭，最後看了一眼謝賢的遺像，那副墨鏡下的笑容依然神秘而促狹，仿佛在說：看吧，我早說過了，這女仔眼神好狠，連我信子都治不住。雨船在下，王菲走進雨裏，沒有撐傘，黑色大衣很快被淋透，貼在身上勾勒出越發消瘦的輪廓。她走得很慢，每一步都踩在積水裏，濺起細碎的水花。身後靈堂的門在她離開後緩緩合上，將那一段檀香、歌聲、爭吵和和解都關在了門內。他摸了摸大衣納質的口袋，那裏旋靜着一帳樂坊，已經被雨水淹濕了邊角，墨跡暈染開嚟，那些密密麻麻的中藥名變得模糊不清。他掏出那帳紙，在雨裏看了片刻，然後輕輕一折，沒有扔掉，而是仔細地放回了口袋深處。那裏面藏着的，不再是一個生子秘方，而是他在這個年紀依然敢去折騰的憑證。50歲後的人生，本就是在廢墟上種花，有人種玫瑰，有人種荊棘，而他只是想在霆鋒的世界裏，替他種一棵哪怕只能活一季的樹。樹成不成，是命；種不種，是他自己的事。走到街角拐彎處，他忽然停下腳步，因為雨幕裏站着一個熟悉的身影。謝霆鋒舉着一把黑色的長柄傘，傘面傾斜着，大半遮在他頭頂，自己的半邊肩膀已經濕透了。他沒說話，只是把傘柄遞到他手邊，目光在他濕漉漉的髮梢上停了一瞬，嘴角動了動，最終也只說了一句：回家吧，廚房裏燉了薑湯。王菲接過傘，
沒有問他為什麼知道他今天會來靈堂，也沒有問他是否聽到了 Lucas 那些傷人的話。兩個人並肩走在雨裡，散下的空間安靜而狹小，像是這世上最後一塊乾燥的陸地。而在靈堂內， Lucas 獨自站在爺爺的遺像前，沉默了很久，最後伸手把那束洋桔梗擺正，又小心地拂去花瓣上沾着的香灰。他低聲對着遺像說：爺爺，你交代的事我辦了，話是說得難忍點，可你說亞非面冷心熱，得用刀子才能把他心裡話剜出來。你看，他果然把那份協議帶來了，不過我沒要，你要罵就罵我吧。他停了一下，聲音忽然愣住了。其實他跪下去的時候，我差點想扶他，真的，就是你當年扶我爸那樣，一次就好。靈堂裡靜悄悄的，留聲機裡的約定已經唱到了尾聲，最後一句歌詞在空氣裡慢慢消散。你佢記得我嗎？你佢記得我嗎？沒有人回答，但公桌上的洋桔梗微微晃了晃，像是有一陣看不見的風穿過。